主后2023年7月14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是帮赞还是限制？圣经咱做来听读，哥林多前书第7章25节到40节。关系在世女的问题，我无对主得到什么命令，不过做一个得到主的怜悯，正做通信任的人。我提出家己的意见，考虑目前艰难的处境，我想人保持现状是较好。已经娶某，毋通想要自由；还未娶某，毋通想要娶。毋过，若娶某无算犯罪，少女若出嫁嘛无算犯罪。不过，结婚的人会加添生活上的拖累，我较爱恁免拄到即款代志。兄弟姊妹，我爱讲的是，时间逼近啦，对呾以后有某的，就哪准无某；得哭的哪准无得哭；得欢喜的哪准无得欢喜；买物的哪准无得到半项。插世间事的哪准无得插，因为即世间的现状得过去。我爱恁拢无看虑，无娶某的人关心主的事，看要安怎互主欢喜；娶某的人关心世间的事，看要安怎互某欢喜。煞分心无价的查某人，还是少女关心主的事，是要互身躯甲心灵圣洁。不过，嫁翁的查某人关心世间的事，看要安怎互丈夫欢喜。我对恁安尼讲，是为着恁的利益，毋是要甲恁束缚，是爱恁做合意的事，通专心一意互师主。若有人订婚了，决定无要娶，后来因为情欲强，袂当压制家己，会对未婚妻做出无合意的事，因着结婚，安尼做毋是犯罪。不过，伊若毋是因为外来的压力，是出自家己的决心，阁会当控制家己的意念，决定无要甲未婚妻结婚，互伊保持在世女的身份，伊安尼做是好。总讲，甲未婚妻结婚是好，无甲伊结婚阁较好。丈夫还活地时，查某人无自由；丈夫死了，伊通自由甲伊个人结婚，不过只有通嫁互信主的人。伊若无搁嫁，是搁较有福气。这是我的意见，总是我想，我嘛有上帝神的指示，是帮赞也是限制。保罗为长当时为基上主要道的哥林多古城内深受其他宗教文化影响的哥林多教会信徒，提供下伫信仰的伦理判定标准。保罗表明，这个伦理原则是要正做信徒的帮赞，较毋是要限制因，目的是爱信徒通专心伫主的工作顶面。哥林多前书第7章35节讲到，爱恁做合意的事，通专心服侍主。中文和本圣经译做温群服侍主，无分心的事。世上互人分心的事真济，无共身份的人有无共的忧虑和悬念。若是你我所在意的，究竟是主的工作，还是世上的事？什么才是咱上着关注的？咱是毋是愿意毫无保留为着主来献上一切？2021年，
组织会资产情报研究所调查分析台湾Z世代网友所关注的社会公益议题，意思是公共卫生、环保、母语技术、性别平等、两性问题等。对照2021年长教会迄时青年所发表的台湾基督长教会青年国事声明，表达青年世代对国家认同、土地甲生态环境、特有文化甲社会资产、族群自治的权利、平等的工作权、贫富差距、人权的关注，以及对教会角色的期待，搁较呼吁教会倾听青年人的声音，通有对话的空间。顶面两个无同世代的少年族群所关注的有因的共同性，也有极大落差的部分。重感觉看未来，爱自由，求速度，讲公平，是跨世代交通工司李和全伫台湾观察到少年世代的5F 特质。这个世代的少年族群，生活重心无搁再放伫婚姻家庭，因的观念甲济传统价值有真大隔阂。若无了解这个想法，世代之间势必引发搁较济的紧张、忧虑，甚至冲突。反观教会若无重视青少年，少年人会出走浪潮，也会冲击教会的整体发展，也毋免武汉肺炎疫情的催杀。后疫情时代对少年人的牧养，是大多数教会需要正视的问题。对少年世代所关注的议题，教会着安怎开启安全的对话讨论空间，较毋是一味禁止，还是营造威吓的氛围，加入守墓的要素。教会历史学家郑永文伫对今日问到今仔日改革宗传统这本册提醒，基督教传统本身是多元的。譬如南非改革宗学者古鲁奇指出，改革宗传统的活力主要来自持续的冲突。世代间原本就存在真侪无同的价值观冲突，因为安尼，伫少年人不分不生的潮流下，咱是毋是愿意用倾听的方式，亲像加尔文共款，带着极大的自由，甲少年人对话？愿教会重新发掘，保留伫经文中所要传达的信息，来回应无同世代群体的需要。诚侪正人的帮赞。默想，我会为安怎样的理想做打拼努力？什么是我生命中上着爱关注的？我会为安怎样的理想做打拼努力？什么是我生命中上着爱关注的？咱来祈祷。温柔有疼的上帝，伫生命的冲突中，求你使我安静的心；伫世代间价值的冲突中，愿你使谦卑和智慧，互两边之间有对话的空间。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